歡迎大家嚟到麵包小教室。我今日係同你哋整麵包嘅。整麵包要用麵粉，要用酵母，要用鹽同埋水。首先將所有材料倒入一個大碗度，然後將全部材料攪拌。等1個鐘之後就會發酵成一個麵條，就可以將你中意嘅形狀，最後放喺入牛油紙之後就可以焗啦。